以色列啊，恁着耶和华，因为伫耶和华有慈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咱即时要三角吟诗来学咱的上帝，咱起立来吟圣诗50首，圣诗50首，着学了耶和华。请坐。咱即时要压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正信的兄弟姊妹，伫主的圣日，用欢喜的心，较无灵来到圣殿要敬拜你。阮知阮是喙唇无清气的人，佮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亲像迷路的羊。阮过头相信家己的能力，袂记得主上帝，你才是阮能力的源头。自大骄傲，常常讲出批评论断人的话语，得罪了人，嘛得罪了上帝你。应该着做的好，无去做；无应该做的歹，偏偏去行。性情软弱，无力通行好。主啊，求你来赦免阮的罪。互你的保惠，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过，互阮会当搁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来祈祷。
主啊，阮的乡亲、好朋友，还有真侪人毋捌你，常常活伫惊吓无平安的内面。尤其是伫农历7月时，更加是为着求平安，祭鬼神好兄弟，反倒转进入黑暗、惊吓困迫的权势中。主啊，你是疼世间人的上帝，求你亲自掌权伫即个岛屿的顶面，找见阮正信的兄弟姊妹进入社区，进入生活的现场，播扬主上帝救赎的大福音。主啊，阮感谢你，使用阮成做你福音的出口，祝福人的管道，互阮今仔日会当带领10几个兄弟姊妹来脱离黑暗的权势，要伫正人的面前接受圣礼典，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嘛要成做上帝你的儿女，嘛要成做双连大家庭的一份子。愿阮信主久久的兄弟，成做因好的模样，用疼心接纳、甲牵教因、鼓励因，参与大家庭的事工，三疼三扶持，嘛透过牧师长老的装备训练，帮助因的灵性日日来加添，灵性来长大，互伊毋甘愿白白领受上帝恩典，嘛阁要成做基督的精兵，继续去播扬耶稣救赎的大福音。主啊，你是疼世间每一个人的上帝，你爱万人得救，毋愿一个人来沉沦。安尼，阮即时特别恳求主上帝，施阮祝福伫阮今仔日被邀请来遮个关内亲情好朋友的身躯顶，互因第一遍来到教会，就会当领受对上帝来的平安甲喜乐，甲即份平安温暖的感动封存伫因的生命中，成做上帝你将来救赎因的恩典的记号。主啊，阮安祈祷也是无够额，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如是伫天。阮的日时平安互我，下日阮的苦，是阮下日苦的人，有你所的支持，有你阮关你的爱，你国爱你，拢是所代代无尽。阿门。启用门伫后壁诗篇第3篇，圣诗后面的第3页。我来启，会众来印。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的。对婴甲食奶的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年伊。你互伊比天使伫遐较输。你设立伊管理你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名全地遐尼宽大。咱即时要阁三甲吟诗圣诗25首A调，咱起立来吟。
请坐。咱即时献歌队要带咱来学了诗歌，专心信过主因带。感谢圣歌队用遮水的诗歌带咱来学了咱的上帝，甲一切荣耀拢归于主。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一处的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的第1到13节。现代中文译本97页，台语汉译本68页。我即时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耶稣对约旦河转来，充满了圣神。圣神带伊到旷野，伫遐有40天久，受到魔鬼的试探。遐个日子，伊啥物物件拢无食。日期一个过，伊腹肚就枵。魔鬼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囝，命令即块石头变成面包吧。耶稣回答：圣经讲，人的生存毋但干那是靠食面。魔鬼又佫带伊到一个真悬的所在，目睭的中间，互伊看见了天的万国，对伊讲：你若向我跪拜，我就甲遮的一切权柄甲财富拢互你，因为遮一切拢交予我咯。
我愿意互什么人，就会当互什么人。耶稣讲，圣经讲，爱拜主，你的上帝，独敬奉伊。魔鬼又搁带伊到，又搁带耶稣到耶路撒冷，互伊徛伫圣殿上悬的所在，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囝，你就对这个所在跳落去吧。因为圣经讲，上帝要吩咐你的使天使保护你。佮讲，因要用手吐掉你，互你的脚无抵甲伫石头顶面来弄伤。耶稣回答：圣经讲，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用尽了逐项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第二处的圣经节，伫雅各书，雅各书的第4章第7甲第8节，现代中文译本357页，台语汉译本265页。我依然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所以恁爱顺服上帝，爱抵抗魔鬼，魔鬼就会逃走。恁爱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恁。有罪的人啊，恁爱洁净恁的手；假信的人啊，爱洁净恁的心。今仔咱本堂主任牧师、蔡牧师所要为咱传讲的信息是无信系列的第10讲。今仔是要讲行兄的第2讲。愿上帝祝听伊的话，佮照安尼行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牧师有甲大家分享行兄的第1讲，牧师有去分享到行兄所产生的原因，以及对付行兄的3种原则。咱有讲到行兄所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无知所产生的行兄，因为未知所产生的行兄，甲因为经验所产生的行兄。咱嘛有讲，要对付这3项行兄，就是爱用真理、爱用信心、爱用听。这礼拜牧师要甲大家更较深入透过圣经来了解关系这个魔鬼圣经中间的讲法，互大家更较明白到底魔鬼撒旦伊存在目的，或者是伊所用的手段。咱有一句话安尼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咱爱先了解伊用的方法，咱就会当来对付。所以愿上帝亲自将平安的信息放伫咱的中间，互咱领受伊所赏赐咱的平安，无搁再惊吓。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动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不断激励阮，也互阮明白真理，去面对阮生命中间这个无知，也是未知所产生的惊吓。求主这个时刻，将你的智慧放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理解，就是讲，伫咱台湾民间的信仰，甲咱的基督信仰，对即个魔鬼的看法真无共款。所以首先我想要来引用即个王武聪牧师伊的研究，甲大家做伙分享。咱的台湾民间信仰关系魔鬼的看法是安怎？咱知影昨是即个咱民俗中间的中元节，所以咱伫昨若出外伫路林咧看，真侪人拢咧祭拜好兄弟。关系即个民间宗教伊的想法，就是讲，伫旧历的7月初一，认为讲即个时阵将迄个鬼门拍开。若照民间宗教的讲法，就是讲伫阴间内底有真侪只个无人祭拜、无人供服侍的只无主的孤魂野鬼，伊会鬼门开了，伊会来阳间来讨食。所以阳间的百姓为着惊讲受因的搅扰，还是讲受因伤害，所以就准备青草，准备这食物来祭拜。
而且佮对因真好咧，来称做好兄弟吼。惊讲原因去得罪因吼，惊会受到伤害。但是大家毋知敢有注意无？咱昨若伫即路林咧行的时候，发现讲，即咧祭拜好兄弟的所在，拢是伫倒位？拢是伫门口对无？够人伫厝内底咧去祭拜好兄弟，无嘛？为虾米？因为惊讲咱若万一欢迎这好兄弟入来厝内底食青草万一感觉讲哇，这真舒适，拢带掉的，安尼就惨嘛所以拢爱伫门口来祭拜这好兄弟，讲恁食这就赶紧离开，赶紧离开而且咱的理解一般信仰民间宗教的，咱的同胞因去寺庙内底咧祭拜的时阵因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就是因爱讲家己的名惊讲迄神明毋捌伊啦所以连厝里的住址啥物电话身份证号码拢爱来讲，惊讲伊认毋着人但是咱注意咧拜好兄弟的时阵连家己的名都毋敢讲，为虾米？惊去互拍被顶上了所以毋敢讲家己的名所以咱咧理解来讲其实台湾人是真委屈委屈求全不得已因为惊这鬼惊讲无拜无服侍因会去互找麻烦但是服侍伊佫惊讲因安尼看咱遮真好佫赖着不走所以真无奈所以咱民间宗教对即款鬼神伊态度好亲像来收保护费的一般人对伊莫可奈何嘛为着惊惹麻烦所以咱就开钱消灾但是咱知影只会当得到短暂的解决嘛，明年佫来一遍所以逐冬拢来讨真困扰。但是这时阵咱佫拄着一个咱无法度理解的就是一般咧拜遮的好兄弟的虽然因厝内底通常因有家己的信仰，有拜家己的神明对无？咱拜神明，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讲爱得到保护嘛，得到平安嘛。为虾米7月初鬼门开的时阵，台湾的百姓爱安尼遮尔委屈低声下气？这神明为虾米无法度带来保护？神明的保护到底伫倒位？这可能有几种原因啦，咱来探讨一下。第一种原因就是讲为虾米台湾百姓拜神明佫惊鬼魂？神明为虾米这个时刻无法度带来保护？第一个原因就是可能神明放暑假所以这段时间暂时无要保护所以既然鬼出来所以神明放假所以就无法度带来保护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讲神明嘛惊鬼就是讲威力无够大所以无法度克制这鬼魂的搅扰若无既然有去拜神明来得保护，为虾米佫会惊鬼的搅扰？而且民间的风俗就是讲7月时只有拜鬼魂，无拜神明。佫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咱有一句俗语叫做“内心通外鬼”什么叫做内心通外鬼？内心通外鬼有一个典故，有一个故事你讲有一遍有一寡细只鬼来到一个大庙内底讲要休困一下叫神明看因真讨厌就叫遮讲恁这细只鬼我出去结果这细只鬼讲恁毋着爱搞清楚呢恁是靠阮咧食饭的呢若无阮出去外面大家百姓安尼搅了啥物人要来拜你啥物人要来求平安好，阮就发动阮这小鬼拢暂时互大家得到平安个人无偌久了，大家拢无偌久了，大家拢得到平安，无人要来拜这神明，这神明常常安尼毋对啦所以内心通外鬼讲叫这细只鬼去搅乱一下大家心无平安的时阵，较来拜这神明这是这内心通外鬼的典故所以其实这段王牧师的研究，其实是对咱讲这民间宗教拜神佮惊鬼的一寡逻辑上的问题啦但是其实我认为讲上界大的问题是讲
咱对魔鬼的运作认捌无清楚，所以这个时阵我就要甲大家分享圣经中间对立魔鬼的讲法。到底魔鬼伊的存在目的是啥物货？个伊用的手段是啥物货？咱来好好来了解。但首先我要甲大家分享讲一般咱有可能对魔鬼有误解的所在，几种错误的看法，咱有爱理解。第一项就是有一寡较理性的人讲无鬼啦，这什么时代佫较有可能有鬼，认为讲这拢是人的幻想。其实咱信上帝的人，咱相信上帝的话，就是圣经。若对圣经来看，其实圣经中间拢有讲到魔鬼存在的事实。伫旧约有7本册写着魔鬼存在。咱伫新约中间嘛有真侪所在，咱看见着，这新约的作者拢指出撒旦的工作甲伊的活动。特别咱若看耶稣基督的教训，对福音书中间，耶稣基督也对伊门徒讲论有关撒旦的代志，因为提醒因注意魔鬼的工作。伫福音书中间有29位讲到魔鬼、撒旦，其中25位是出自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咱毋通认为讲无魔鬼。这爱咱来理解。第二项，咱对魔鬼的错误看法，就是讲，有一寡人会认为讲人死了会变做鬼。其实这对咱的信仰来看，这是错误的。咱来理解，咱的信仰甲咱讲，人死了后，灵魂就进入上帝的时间，进入上帝的掌权中间，等待审判。所以魔鬼甲撒旦并毋是人死了后的鬼魂。照圣经的讲法，伊是对落的题材，是邪灵。伊主要存在目的，就是要抵挡上帝的工作。为什么有一寡人会认为人死了会变做鬼？是因为民间宗教中间传说，有一寡人会去看到死了后的人的鬼魂。但是咱的信仰，咱讲这是邪神的作用，为着要恐吓咱，互咱惊吓。伫全本圣经中间，只有一个所在写着人死了后有迄个灵魂的活动，就是撒母耳内底写着讲，这扫罗要去找一个女巫去调这个撒母耳的鬼魂起来。其实你若详细去查考迄段圣经，迄个起来毋是撒母耳的鬼魂，迄起来是邪神的作用，为着要达到伊的目的。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这人死了会变做鬼，这款的讲法，其实伫咱的信仰来看是毋对的。魔鬼就是利用咱上界软弱、上界惊吓的代志，互咱克服。等下牧师会甲大家说明魔鬼的手段。第三项，咱毋通遮尔简单认为讲鬼只有7月份才会出来。咱来理解鬼的运作，毋是安尼，鬼有真侪遮特别的特质。第一因是团队服侍。咱拢无要团队服侍，因拢团队服侍啊。因拢足团结的为着要阻挡上帝的计划。另外魔鬼是无休困的。咱理解有一个笑话安尼讲，有一个牧师甲教会长老讲伊工作了真忝想要安排一遍的休假结果教会长老来讲，牧师你敢知魔鬼是无咧休假的这牧师来讲，我若阁无休假，我就变做魔鬼所以咱来理解虽然这是笑话，但是魔鬼的攻击是持续的，是无停止的虽然拄则所读的圣经第一段圣经的最后一节就是13节你要注意当耶稣赢过魔鬼的试探了后，圣经同咱讲撒旦是暂时离开伊呢，毋是永远离开伊，因为撒旦要继续破坏上帝的工作嘛，是暂时离开伊尔。所以咱毋通掠做讲魔鬼只有7月份才会出来咱7月份较小心一下就会使，平时就清清彩彩。你若放松落去，魔鬼就攻击你所以咱来理解圣经，同咱讲爱时时安那谨守警醒，因为你咧对着魔鬼，那亲像吼叫的狮，遍地游行，
去敲找迄个通吞食的人，所以咱要特别注意，首先接续咱就来看魔鬼伊的工作到底是啥物，咱每一个人拢有工作嘛，魔鬼无退休啊，伊拢有咧工作，所以咱来理解讲伊到底咧做啥物款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伊咧迷惑世间人，互人无要信上帝，或一寡无信的人讲无上帝这件代志，还是讲无想要亲近上帝。魔鬼主要的工作就是互人无要认捌上帝。所以咱有时传福音为虾米遐尼困难？其实是魔鬼有人咧做工，你咧做工，魔鬼嘛咧做工。伊要互人无爱认捌上帝。所以伊用真济方法，千方百计要阻挡人亲近上帝，无爱互人得到救恩。伊用各种手段去迷惑人，互人离开上帝。这是伊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伊嘛对咱信徒有工作，就是咧攻击咱。伊常常用各种方法来诱惑咱、攻击咱。特别是你若对伊的国度有威胁的时阵，就是讲你真认真服侍的时阵，无一定魔鬼就趁你这个时阵就要来攻击。所以圣经中间安尼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拢是魔鬼用的方法来攻击信徒。互你受诱惑，互你受迷惑，还是讲互你骄傲起来，魔鬼拢利用这来攻击咱。第三项，其实无论是迷惑世间人，还是攻击信徒，最主要就是要抵挡上帝，甲上帝对敌，破坏真实上帝的工作。上帝有对咱世间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伊就是利用真济方式，利用真济人，利用真济物件，要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互上帝计划袂当完成。咱看到这段经文，第《使徒行传》13章，这时阵出现一个人，伊叫做以鲁玛，这个人，用邪术要阻挡人认捌上帝。所以保罗来讲，你这个魔鬼的囝，你是一切正义的对敌。充满各种的邪恶诡诈，故意歪曲主的真理。所以咱理解就是讲，魔鬼就是要破坏上帝的计划。所以这三项就是魔鬼的工作：迷惑世间人、攻击信徒、破坏上帝的计划。然后咱来理解伊的手段啦。手段咱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咱了解魔鬼所使用的手段。所以牧师要甲大家透过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魔鬼安怎试探耶稣？咱来看伊的手段是啥物？咱理解来讲，魔鬼那亲像诈骗集团同款，因为在诈骗集团有人咧进步呢，有人咧研究呢，其他这个方法用袂使，伊就爱研究别种方法来骗咱。所以我相信咱在座大多数的人。拢有接过诈骗的电话，接过诈骗的简讯嘛，对无？除非你无咧用手机啊嘛，诈骗集团用各种方法，而且即摆今仔这种方法对你无效果，伊后一遍用别种方法，所以咱来理解魔鬼是安怎试探咱的，咱对耶稣受试探的记载，咱知影魔鬼所使用的几种方法的原则，第一个手段就是攻击咱的弱点，互咱会当克服。就是利用咱生命中间上较软弱的所在去骗咱。诈骗集团嘛是安尼，诈骗集团拢利用咱人的软弱的所在，比如咱的贪婪，嘛有是利用咱的好心呢。真侪人因为好心去互骗去，就是咱的软弱的所在，所以咱要提防啦。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耶稣基督面对的第一个试探是，伊禁食40天了，这时阵圣经中间讲耶稣枵啦，40天无食物件，当然会枵，肉体会枵嘛。这时阵上界软弱的所在是讲，嘛会当食饱嘛。所以魔鬼就对耶稣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囝，你有迄个能力，你就命令这个石头变做面包，变做饼。所以理解就是讲。其实魔鬼就用迄个你软弱的所在来引诱，互你会当听伊的话，顺服伊的话。但是主要所基督用圣经的话来抵挡，讲人活的毋是
干达克食物啊，伊无要顺服伊的话啊。但是咱理解着讲，魔鬼伊的攻击，用迄个医治人生命上较需要的食物来做诱惑。啊，这个时阵耶稣住伫妖恶的中间，所以伊就用这个下手。啊，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咱来去找出咱生命中间上较软弱的所在。你上较软弱的所在是啥物？魔鬼就可能伫这个所在动手。咱来找出来，来面对伊，来改变伊。咱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情形，你来了解。咱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去找空帮来攻击咱，咱就爱对付。第二项。咱来看魔鬼所使用的第二个手段，就是用诱惑、用试探的方式，互你沉沦啊。魔鬼对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就是安怎？带耶稣去看万国的烟花，就是权力甲欲望的试探。所以魔鬼来，互伊看万国的烟花了，来讲你若对我跪拜，我就将这一切权柄甲财富拢互你。佮来骗讲吼，因为这一切拢已经交互我，我愿意互啥物人就互啥物人。啊，魔鬼咱诈骗集团上爱用咱人性的贪婪来骗咱。真侪人拢是因为一时贪心，所以叫伊骗去。来讲你得奖啊，所以你为着要领这奖吼，你要交淡薄税金来互我，啊叫你税金寄互伊，就无要寄钱互你，因为咱贪婪嘛。咱想讲我看伊遐尼好运啊，佮感谢上帝，叫佢用骗去。魔鬼就是用这世间的物质来诱惑你。咱嘛常常会陷入这款试探的危机嘛。有的时阵咱讲你要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事业的成功，听起来无毋对啦。但总是，如果你将你的事业的位置放伫上帝的顶面，你就受魔鬼利用。所以牧师不是咧讲，咱咧顺序爱放互对。有时一寡听起来好亲像是真理的、是道理的物件，但总是无一定，有可能会影响你离开上帝。所以有真侪人用迄个权力、地位来讲，即世间的荣华来取代上帝的时阵，咱就伫即个所顶面失败啊。所以咱来理解魔鬼会用即种手段来诱惑咱。第三项，魔鬼安怎试探耶稣？伊咧试探耶稣甲上帝中间的关系，这是属灵的试探。第一项是肉体的试探，第二项是迄个魂欲望的试探，第三项就是来破坏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啦。魔鬼带耶稣到耶路撒冷，互伊徛踮伫迄个圣殿迄尾楼上界悬的所在，对伊讲：你既然是上帝的囝，你就对遮跳落去啦。因为魔鬼有读圣经咧，所以你毋通无读圣经。魔鬼有来读圣经，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咧。讲上帝会吩咐伊的天使来保护你，因会用手来托掉的，互你的骹无滴到伫石头顶面受伤，用这拐骗的方式，试探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所以，咱其实我拄则讲魔鬼，咱亲像诈骗集团，用逐项欺骗的手段咧拐骗咱。你看，即摆诈骗集团有时伊需要人手伊用拐用骗的，特别去找着迄个心灵受伤的这青少年，但怪讲你无朋友啦，恁朋友拢无要插你，你厝内底人嘛无要管你，你爸母无听你，这只有我听你，所以我会供应你的需要，你需要啥物我拢互你，就安尼拐，因就上当啊，就叫伊拐去啊，对伊去做歹，咱信仰生活嘛会拄着即款的试探呢。有时咱会因为一寡人，因为一寡代志，因为一寡物件发生，产生陷入绝望，咱就对上帝失去信心。这个时阵魔鬼就开始动工，来讲上帝无听你啦，你看你对伊求啥物货，伊拢无马上互你。咱有时咱祈祷的时阵无照咱的愿望，也是讲咱照咱的期待伫适当的时间，也是咱期待的时间内底成就的时阵，咱就怀疑上帝。
随想咱咧理解上帝有伊的计划，伊会伫伊适当上介好的时间，用伊上介美好的方法来成就伊要成就的事。这是咱爱清楚明白的，咱毋通对上帝怀疑。所以主耶稣基督对回答讲，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伊明白上帝有伊的时间，有伊的心意。所以咱嘛爱学习伫上介困难的时间，咱学习用正确的心态来迎接上帝的祝福。所以毋通受魔鬼的引诱。最后一点就是魔鬼会用各种的方式去互你惊吓啦。咱看见着福音书记载，有一边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伊仰望耶稣会当解救伊被鬼所附的囡仔。伊安怎形容迄个鬼安怎困着即个囡仔？伊讲无论伫倒位，即个鬼就创伫伊，互伊跋倒，互伊喙内底吐喙烂，家己切气，身体孤单。伫伊心灵上，伫伊的灵命顶面，拢会困着。伊就是用各种无所不至的方式来影响咱。伊就是主要要互咱惊伊、顺服伊，安尼伊的目的就达到，互咱离开上帝。所以魔鬼有伊的手段。牧师讲遐尼济恁听了敢毋知敢会惊无？拄则牧师讲的目的，毋是要互恁惊啦，无我就变做魔鬼啊！我就要来吓惊。咱来知影为什么要讲这，互大家理解？就是咱要对抗魔鬼咱一定要了解魔鬼的手段，佮伊的目的嘛。咱若理解伊的目的佮伊的手段了，咱就知影用什么适当的方式来对付伊这后礼拜甲后礼拜，牧师会互大家一寡武器你毋通即摆当伊会惊所以我即摆先来做一寡预防射咱来理解咱了解魔鬼的作为甲伊的特性了咱就爱确信一件代志咱对圣经中间咱知撒旦完全受制伫耶稣的权柄下面，所以咱信靠即个搁真搁大的真神上帝的时阵，咱就毋惊这魔鬼甲咱困扰。伫启示录20章也详细甲咱讲魔鬼了后的结果，嘛指出讲，咱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甲伊所讲的真理的时阵，咱会当战胜魔鬼，会当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大家毋通惊，特别是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甲咱讲。所以你爱顺服上帝，爱抵抗魔鬼，魔鬼就逃走啦。所以你若顺服上帝的时阵，你知影上帝的心意，顺服上帝的心意，佮亲近上帝的时阵，魔鬼就对你无法度啦，伊就离开你，甚至会逃走。所以圣经人讲，恁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恁。咱来清起咱的手，清起咱的心，毋通互罪捆绑。反倒当咱来亲近上帝的时阵，咱就得到快乐，就迄个能力去面对魔鬼的攻击。所以魔鬼无论用什么款的方法，因为有上帝甲咱伫地，有主耶稣基督咱保护，咱就无惊吓。所以佮接续2个礼拜，牧师会互大家一寡武器，咱就当对抗魔鬼，佮会当帮助遐受魔鬼困住的人。愿上帝真实的平安赏赐大家，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知伫即世间有真济来自恶的势力引诱破坏你的工作，而且魔鬼的溃烂。求主赐予阮真理，互阮会当面对这个攻击。互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因为我靠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甲伊所讲真理的话，互阮会当抵挡魔鬼，阮确实魔鬼就会逃走。阮亲近上帝，主你就亲近阮，所以我愿意完全顺服伫主的心意，照主的心意来行，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时要搁继续吟圣诗212首来敬拜咱的上帝。咱起立来吟圣诗212首。咱人既然带罪来出世。
咱即时要用方言继续咱的礼拜。啊，未方言的大声，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本教会礼拜的来宾。你若伫外口爱望接待处，也无写留名卡的人，伫咱座位的头前遐有留名卡，请你摕个填写，等下直接交咱收奉的执事，毋免投入奉献袋仔内底。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请备办心来奉献。起立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使阮教业遮清净，嘛有阮身体健康，灵魂精英，会当甲圣殿来敬拜你。主啊，阮即时毋但干要献上阮淡薄金钱，阮较要紧要甲阮的财情、阮的一生奉献伫你面前，愿主你来甘纳。阮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咱接续要来圣礼典洗礼。咱接续要来举行圣礼典，所以请要接受圣灵洗礼，或者
兄弟姊妹吼，王杰梅、王杨智慧、苏丽珠、曹汝泉、苏凤儿、林凯云、刘恩宇，以及陈和元、廖秋生、郭伟甫、郑世新来个头前吼，来个头前。咱得到帮赞是瓦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要所基督吩咐的话。当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也未就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圣经中间记载，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互人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互恁。以及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了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咱徛踮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或者兄弟姊妹，亲像彼得迄个时阵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即个时刻，牧师要来问恁：恁要受洗礼，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就爱诚实来应答我所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恁有安尼信靠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这个时阵，咱要来行洗礼。请会众请起立。在因行洗礼的时，当我讲我用水来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的时，请大家用阿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咱请王思美来头前。王姐妹，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王杨智慧，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苏丽珠，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曹汝泉，我用水来行洗礼，
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所奉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林凯云，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刘恩宇，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好，请咱前后换位置哈。等喝完，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姚秋生，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郭维福，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郑思欣，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恁已经受洗礼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相连教会小会官兵，接落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加新的约的稳定，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惠，用洗礼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囝儿甲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因，用你的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将你的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主耶稣基督得到上主耶稣基督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恳求主你保护因，互因的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的快乐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会当安稳伫你的听中间，佮互因一世人服侍你。亲爱的主，求你互阮逐人透过今仔日参与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互阮有安全返回，倒转归伫你。对打了后，会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免。会众请坐。咱请咱洗礼的兄弟伫头前吼，佮徛咧吼，咱要进行接纳吼。咱请咱洗礼兄弟来徛头前吼，佮徛头前。咱这个时阵吼，要请咱的牧师甲咱教会长老来做接纳礼吼。恭喜恭喜！
咱教会有一个证书甲一个礼物要赠送给因，好，牧师代表教会来赠送。可以，可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可以可以。咱请这个洗礼兄弟吼，咱向后转吼，牧师来简单介绍。向后转，向后转。咱对咱牧师念着你的名吼，请你举手，咱请咱伊的亲友吼，拢会当徛起来吼。来，王石美、王兆梅，嘿，举手吼，大家知这是文贤的妈妈吼，文贤妈妈，好，王杨智慧，好，这是应该是文贤的岳母哈，好，1号，苏丽珠、苏丽珠哈。新郎拢来哈，曹汝泉哈，最高级。苏凤儿，好，荣誉哈。林凯云。刘恩宇，丹和丸，廖秋生，好，廖秋生好，郭伟甫，好。郑世新啊，恭喜恭喜哈！咱来祈求替这拿受洗的兄弟来祈祷哈。咱也对因的信仰生活有责任哈。所以咱来时常拄着因，就爱来请安问好，关心因哈。咱搁一边拍拍来因鼓励。咱这个时阵要来进行跟信礼甲信用告别吼。这兄弟因有诶是对细汉时阵就受洗礼吼，也有诶是对别个教派来到转会籍来到咱诶教会，所以咱这个时阵要来做跟信礼甲信用告别。这伫细汉已经受洗礼，今仔日也要告别因的信仰，来接纳有分伫主的圣餐，以及咱有中间有几位是对别个教派转籍来到咱的教会吼，所以有李佩莹、杨雅婷、陈胜纯甲张宝雪吼，这几位姊妹因要来接受献信礼。所以这个时阵主所听的，徛踮伫上帝甲众人面前的这个姊妹，恁已经受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
互恁成长。当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也要承认恁的父母替恁个别的信仰，以及咱伫外教派要转来咱教会的这姊妹，愿上帝亲自甲恁伫地，互恁会当将恁本身献互伊，诚心誓约要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安尼讲：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要伫天人的爸面前要认伊。所以，我着劝勉恁，着告别恁的信，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当恁已经受洗礼来告别恁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建立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保守伊到落尾。阮感谢你，你对这个伫细汉就接受洗礼的这个姊妹所施落的恩典，阮也感谢你，对因的洗礼，你互因有分伫基督的体。阮感谢你，因为因所得到的信仰的培养，甲因的生活得到好的感化。阮也常时为着这对外教派转职来到双连教会这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坚定因的信，互因会当一世人服侍你。愿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互因众人会当伫圣神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所以咱这个时阵，就请教会牧师甲长老来握手接纳。咱有礼物要赠送互因吼。请恁几位向后转吼，咱来介绍吼。我介绍的时阵，请恁举手，然后请因的亲友团拢会当起来吼，小组长、小组拢会当起来吼。第一位是这个李佩颖姐妹吼。阁有对外教派转职来，还是杨雅婷姐妹。陈胜群姐妹，张宝雪姐妹，
咱欢迎因加入咱相连的大家庭，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好，请回座哈。咱这时阵要来进行小仪式咧。咱伫圣经的中间看见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耶稣蒙恩。学生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但学生讲：用阮细囝来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还手，祝福因。所以虽然咱的细囝也未明白这个事，也佮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的、好的。上帝用洗礼来带因进入上帝的家，成做上帝家内的囝儿甲查某囝，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当恁带恁的细囝来到上帝面前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所以我要问这两位细囝就是杨家云的老爸，杨家俊，甲林乐琪的老爸老母林正煌甲林新弟，家云的老母林家如即摆有连线中了，伊伫美国，所以有连线中了，所以因会做伙来来告别因的信仰，做伙来洗浴。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挖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囝儿，帮助恁守即个约。所以这个时阵要进行洗礼，请会众起立。杨云家，我用水代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林乐琪，我用水代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这时阵，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当这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分摊责任来培养伊，直到因接受虔信礼。咱三甲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这细囝，引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年岁若加添，上帝甲人若听因。主，阮恳求你将天顶的稳定丰丰富富赏赐因，引带因通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诱惑，到时互因会家己告别伊的信仰，也会坚持到落尾。阮的主上帝，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有份伫属这世间的家庭生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这个世间的家庭，求你赏赐因的父母甲囝仔照顾因的人。有智慧甲温柔，互因伫你的听内面会当成长。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这时阵咱有一个证书甲礼物要赠送互因。好，请您向后转向后转。好。
咱因遮吼，咱请因的亲家朋友咱起来吼，伊是嘉如执事吼，嘉如执事的囡仔吼。这是林乐琪吼，是正黄甲新弟吼，伊是伫富荣教会吼新主的吼。因即摆搬开台北吼，咱也时常替因祈祷，会来甲咱教会聚会吼。咱感谢上帝吼。好，请回座。咱中间阁有几位是对长老教会转职来到咱的教会，今仔已经伫小会中间受接纳吼。在遮兄弟有张金雪姊妹，张金雪姊妹吼。张妈妈张高菊英女士哈，张妈妈哈伫咱中间哈。林建志甲黄昭颖夫妇哈。够陈俊庆甲郑美元因夫妇哈，遮。这是对长老教会转职今仔已经伫小会接纳了哈，就大家介绍。即马遮拢是咱新的家人哈，时常夫妻帮衬。接续我来报告。伫周报第5页第1点内底，经2018年第9次小会案由议决通过，定伫9月初9主日的第3礼拜后，伫10楼礼拜堂召开本年度第1次临时会员合会。为了要互伊顺利成会，请在职的会员到时会当踊跃来参加。第2点是根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法规行政法第3章第20条第8款会员合会办理事项，不动产的购置甲处分。本会为了应应未来要增加聘牧牧师馆不足的需求，特别召开即摆临时会员合会，提请在职的会员同意授权，伫总额度7000万以内底，会当购置两间的牧师馆。在这个会员中间，若会伫做兵的，还是伫海外，甚至无法度抗力的，咱拢会当请甲咱的干事、甲咱的小会议长这边来做请假，互咱的会会当成会会当成会。9月初9即天，东港有4场礼拜拢照常进行，请兄弟留意来参加。在这个会员名单，咱公布伫10楼的公布栏。本次临时会员无要合会，无要另外搁寄批就是要由牧区的小家长还是小组长来通知。本周的时间，彭牧师今仔日带领伫顶日即日算拜五啦，周5就拜五的时阵就带领青少年前往宜兰举办爬爬鼓的营会。预定今仔日下晡对宜兰的立泽活动中心要倒转来，咱的教会愿上帝赐福保守。杨新造牧师伫本主日带领了西罗亚诗班到德南教会主日礼拜中诗歌见证。今仔有足侪兄弟真欢喜吼，恭喜恁会当洗礼进入上帝即个大家庭，相连的大家庭。等下咱会邀请咱的朋友来，咱伫9楼备办爱餐。除了咱等下斗阵翕相、大合照了，咱才到9楼的所在来用餐，嘛听咱一寡会即届的洗礼的兄弟见证。第6页第4点，这小会有聘牧一个迄个财务甲经营管理分析主任，然后有适当的人，请恁来推荐。其他足侪这事项拢记载伫周报，请咱得等下家看，嘛为着这个时间做来祈祷。咱接续要请咱的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多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叫赖琴佩应该是小姐哈，小姐哈，欢迎哈。第2位是郑素雀女士，好。加哈，不要哈，欢迎哈。
第3位是吴尚昌全家哈，吴尚昌先生全家哈，第家哈，欢迎欢迎。第4位是陈英成专家哈，陈英成专家。第5位是李日煌甲蔡慧珠，也是夫妇哈，大家欢迎欢迎。还有王英芬、王崇瑞哈，郭怡婷哈，这伫后壁面这从富强教会来哈，欢迎欢迎。其他到第1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欢迎这贵宾吼，等下当去甲咱的贵宾室吼。你若毋知影，会当问边仔的朋友吼，去甲贵宾室，咱会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咱接续要来吟上咏510首，咱会从起立来吟《俄勒天顶主宰》，然后咱要请牧师来做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